客家电视制作的纪录片《边界移通200年》，因为今年呢特别天阳奖，他们当初也天阳呢提发上天阳馆来表，上来百个观众去看咯，还有印度客家华侨也去看。天阳表下的还有草堂会，讨厌屯一嘅观众相互交流，分享韩国多因能记录嘅过程，每堂观众看下的嘅感想。大家上来，就两大客家人去学。拜访印度港义各搭新球场之间的港街、塔巴也给客家中，整理反映移民到印度200年来的历史，并介绍为200年用动体生发的影响，韩国多族群的语言，不讲客家人用做海产业在印度上建业等的历史记录下来，很丰富的内容，没想到印度华侨来听人眼看。都是有谈过，就是讲话，随时就准备打包，就拿东西就做个摄种样。非常感动啊！因為伊紀錄片係話唔係佢話世界各地嘅人知道印度還有華人，還有唐人，還有客家人和改變上，我哋嘅故事歷史，我哋嘅 footprints 佢留喺紀錄片裡面。也把用台北天阳奖比赛影片公开放送，放送过后举行座谈会，有向讨论来分享创作理念，田野调查韩国实际翕的一条过程，和同观众交流讨论，而纪录片直接发挥讨论议题的重要价值。在那个地区这么多不同的语言，尤其是像，即便是我们发挥客家语为主，但是他们很多用词可能客家讲一半，会突然讲英文，或者讲印度文，或者讲孟加拉话，就那个交错跟它的那一种混合性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特别的。纪录片最重要是它带出来后面的讨论。其实，在印度这个片子每次播出都引起非常多的讨论，包括华人在重新去思考自己在印度的位置这件事。当然没有想过要留在这里。对我来讲，可能我不是喜欢这里的生活。看客人在印度形容的高等无相同文化的生活，大部纪录片本人看到台北的历史，每个外籍韩国多年对华人在印度也个议题，为韩国相关去了解。客家新闻林经由陈欣怡特别报道。